歡迎你哋返到嚟我嘅小畫室，我係小畫家露比。我哋今日繼續動手齊嚟畫，我已經準備好今日一齊嚟畫嘅圖案啦。我哋今日一齊畫一對萬聖節幽靈。你哋準備好紙同筆未啊？我哋開始啦！我哋由小幽靈嘅頭部開始，先畫個半圓，再係尾部加倒轉 U 型嘅線做張開嘅手，之後係手下面加返波浪紋做飄動嘅身體，再連接返隻手，就完成第一隻小幽靈嘅外形。外形畫好後，就可以幫小幽靈加表情。萬聖節嘅小幽靈扮緊鬼怪表情，嚇緊小朋友。我哋畫一對向下嘅眼睛，做惡嘅眼神，同埋一個大圓圈做張開嘅口，嚇小朋友。萬聖節嘅小幽靈攞住南瓜籃去 trick or treat， 我哋喺手度加一條 U 型線做手柄，同一個橢圓形嘅窿，再連接返手柄嘅線。畫南瓜籃同幽靈嘅身體一樣，都係畫一個圓嘅身體，底部就畫返波浪線，然後加返同小幽靈一樣嚇人嘅眼睛。嘴就用兩條zig zag線去畫，就完成萬聖節南瓜籃啦。而家我哋幫小幽靈加多個朋友仔，因為第二隻小幽靈戴住巫師帽，頭部最後先留位置畫，所以先由兩對小手開始，一樣係手下面位置補返個身體，用波浪線連接返對手。手上面加返兩條線做頭部，然後可以幫小幽靈加返表情，先畫兩個小圓圈做眼睛。呢隻巫師小幽靈因為被嚇，所以同另一隻小幽靈表情唔同，我哋就用波浪線做口去表示驚到震緊嘅口。最後加返頂巫師帽，喺頭部兩側加一條彎線，再隔一啲距離加多一條彎線，增加返厚度。喺帽上面加一條大彎線同一個小勾勾，再加一條直線向下連接返頂巫師帽。最後係帽邊加多條彎線做絲帶裝飾，就完成巫師帽。巫師小幽靈揸住魔法棒，我哋係小幽靈隻手畫一條直線，但唔好穿過隻手。然後上面加星星形狀做魔法棒，再加長魔法棒嘅線連接返星星，就完成晒兩隻小幽靈啦。最後我哋係背景加返啲裝飾，首先係小幽靈側邊加兩條括弧線，代表小幽靈喐動，可以增加動感。然後畫 trick or treat 嘅糖果，先畫一個圓形，再兩側加三角形連接中間，好似一個煲呔咁。然後同樣畫法加第二粒糖果，再係兩粒糖果，中間加兩條括弧線，就好似糖果係南瓜籃飛出嚟咁。最後我哋畫多一隻蝙蝠，先畫兩個倒 V 線，好似貓耳咁。再兩邊畫伸出嚟嘅翼，同幾個倒轉 U 型連接返底部，就畫好一隻蝙蝠啦。
同樣係側邊加括弧線，好似蝙蝠飛緊咁。就完成我哋今日畫嘅萬聖節小幽靈畫啦。想繼續跟住我哋一齊畫畫，記住 like、訂閱、分享我哋個頻道啊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